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2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9篇，弥迦书第4章第1节到第5节，启示录15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期待和平。活在和平地区的人不太能够明白那一些活在战争区域的人，他们渴望和平的心境。甚至有人还会说：“哎呦，不会有事啦，一切平安啦。”或者说怎么样做就不会有事的哈，人家就不会攻击你的啦哈。圣经其实也有这样子提到过。弟兄姐妹们，关于这事发生的时间日期，不需要人家写信告诉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知道，主再来的日子就像小偷在夜里忽然来到一样。当大家正说一切平安无事的时候，灾难会突然临到，正像阵痛突然临到快要生产的女人一样，他们一定是逃脱不了的。在台湾的政坛上，一直有一群人说平安无事。在乌克兰也曾经有很多人认为平安无事，但是事实上，战争却在一夕之间来发生了。结果呢，乌俄战争已经持续了2年了，目前尚未平息。乌克兰的人民还在渴望和平，或者是我们应该说，他们连一般的和平对他们来说都是奢望，何况是永远的和平呢？前天在礼拜6的晚上，去听了在乌克兰战地救援的志工台湾青年王南颖兄弟的分享，知道了在乌克兰的人民对于和平的渴望，他们都认为是奢侈的盼望。他提到了有一位难民姐妹，她前往设在他们家乡被炸毁过的学校里的那个救济中心，前一刻他才从救援的社工人员手上领取了补助品之后，他转头离开了学校，后面就发生了一声巨响，那一些来救援的志工们就完全淹没在炸弹的攻击之下，而他已经出到校外的他，也因为这个轰炸而失去了一条腿。弥迦书第4章第1节到第5节这样说道：在将来的日子，圣殿坐落的山冈要矗立在群山之上，被高举，超越群岭。许多民族要蜂拥而来，万国要聚拢前来，说：来吧，我们一起到上主的山，一起往以色列上帝的圣殿，他会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。我们要在这条路上行走。上主的教诲从耶路撒冷发出，他的信息从西安传播。他要解决民族间的纠纷，排解列强的争端。他们要把刀剑铸成犁头，把枪矛打成镰刀。国际间不再有战争，也不再整军备战，人人都要在自己的葡萄园中，在无花果树下享受太平。没有人会使他们恐惧，
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应许了。虽然列国都膜拜并顺从他们自己的神明，但是我们要敬拜上主，我们的上帝，遵从他的旨意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将来和平要临到，许多的民族、万国的人民都要聚集，因为在耶路撒冷将有和平降临。以色列人要敬畏上帝，遵从上帝的旨意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因为和平是由上帝所赏赐，是上帝所给予的弥赛亚所带来的。凡是接受的人，就必享受救恩与平安。对于现在，无论是俄乌战争、中东的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，亚洲的缅甸地区的紧张情势，台海以及南海遭受到中共20共产党军事的挑衅与文攻武吓的威胁，这些地区而言，好像是面对的世界的末日。如同约翰他在启示录15章第1节到第8节所提到的，圣经这样说：我又看见天上有另一个神秘的景象，又大又奇，有7个天使掌管着最后的7种灾难，因为上帝要在这些灾难中贯彻他的愤怒。我又看见一片好像玻璃的海，掺杂着火。我也看见一些人，他们已经胜过了那兽像，即以数字代表名字的那人。他们都站在玻璃海边，拿着上帝给他们的竖琴，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。全能的主上帝啊，你的作为多么宏伟奇妙！万国的王啊，你的道路多么公正真实！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？谁不颂赞你的名？只有你是神圣的，万国都要来，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为你的公义作为已经彰显出来。这以后，我看见天上的圣殿开了，里面有上帝临在的圣幕。那掌管7种灾难和7个天使从圣殿里出来，穿着光洁的麻纱衣服，胸前系着金带。4活物中的一个，把盛满着永生上帝愤怒的7个金碗交给了7个天使。圣殿中充满着从上帝的荣耀和全能而来的烟。在那7个天使降完7个灾难以前，没有人能够进入圣殿。是的，在7个灾难降完之前，没有人能够进入圣殿。这描写的是上帝在末后的审判。对于敬畏永恒上帝人们而言，他们知道只有上帝是神圣的，万国都要来敬畏上帝。如果如同这样的话，大家都追求上帝，世界就不会有战乱，因为万国都敬畏上帝。没有人会喜欢兵凶战危。看起来追求世界，没有人能够为世界带来和平。只有上帝，连其他的神明也都没有办法，只有耶稣基督。基督徒应当要追求和平，为了这个而努力。
无论是乌克兰，或是以色列，或是台湾海峡以及南海区域，千万不要以为眼睛看不到就一切没事。但是事实上，那些有私心、有企图心的政体，还有政治人物，他们不会显露出他们的企图心的，反而会如同俄罗斯、如同小偷一样的偷袭。如果没有预备、没有防备之心的人，就必失去平安。只有警醒的人，走在上帝的真道上，与上帝有密切的关系的人，才能够领受上帝所赐的平安。我们要为国家祷告，更要为全世界的和平来祷告。诗篇79篇，为国祷告。上帝啊，外族人侵入你的领土，他们玷污了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成为废墟。他们拿你仆人的尸首为物因，把你忠贞的子民的尸体丢给野兽。他们使你的子民血流成河，淹没了耶路撒冷，没有留下一人来掩埋尸首。我们四周的邻国愚弄我们，他们嘲笑我们，讽刺我们。上主啊，你要永远向我们动怒吗？你的怒气像火焚烧，要到几时呢？求你把愤怒转向不敬畏你的国家，倾倒在不求告你的人民身上。因为他们杀戮你的子民，使你的住处荒凉。求你不要因我们的祖宗的罪惩罚我们，求你快快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切的希望。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拯救我们，为了你自己的荣耀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为什么让列国发问，你们的上帝在哪里呢？求你让我们看见你惩罚列国，因为他们杀戮你的仆人。愿你垂听囚徒的呻吟，愿你用大能释放死囚。主啊，邻国加给你的耻辱，求你7倍还给他们。这样，作为你的子民，你牧养的羊群，我们要永远感谢你，颂赞你，直到万代。我们都曾经在黑暗当中，在困境当中，在混乱当中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主你所赐的平安同在。这是我们的期待，因为我们没有能力靠自己得到平安，唯有上帝能够赐下平安给人。感谢主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